大先来看嘉义市大雅路二段巷仔内一栋透天昨暗大火烧，这上队赶到现场来拍火，过1点钟了后才控制落来。伫咧3楼的露台顶找到厝主一口罩3个人，送医医院关是救无转来。 大火甲天顶烧甲光莹莹，也有泰鲁飙起的声音。19暗时8点外，嘉义市东区大雅路2段一栋透天传出火灾，规栋拢烧起，乌烟直直冲出来。时转拼出来迄个声，我老公跑出来看说：“哎呦，火烧了就咩啊，1楼啊，我就紧走。” 消防局出动5个分队去拍火，因为导火的地点伫咧无尾巷，路真矮，敢若会当互一台水灵车入去，抢救真困难。消防队员分真侪搭抽水线咧拍火，互人真欢喜的是，也阁有2个大人、1个囡仔掉伫咧内底。 一开始接获报案的时候，也有收到有严重受困的一个情形。那因为1、2楼的一个火势非常的猛烈，那我们大概抢救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进入进行搜救顺利的将3名民众把他救下。这4个人大，妈妈出国，儿子媳妇1个孙女。 这口罩3个人，落尾是伫咧3楼的露台，互人发现。太太甲差不多5岁查某囝先互人救出来。姓翁的厝主是等到火势受到控制了后，才互消防队甲赶落来。3个人找到的时，拢已经无心跳，赶紧送病院抢救，最后也是因为重伤宣告死亡。 大火伫暗时9点48分拍花，厝边有受到影响，详细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